係啊，嗰位係我。咁今次好似係我嚟 Nottingham 之後年幾冇拍片，然後我今日會做啲咩？就係我同籃球隊嘅一班哥哥叔叔 uncle 去踢波咯。咁好揀唔揀啊？揀咗全英國最熱嗰個禮拜踢啦。英國最熱嗰個禮拜踢啦。咁希望陣間太陽落山就好啲咯，真係熱到出晒汗嚟。你睇下，所以係咯，睇下陣間點樣。然後我人借咗波杯足球鞋又準備好咁啊，陣間去踢一踢。咁啊，希望陣間嗰2個鐘順順利利咁。我而家就做下自己嘢先啦，剪下片同埋去再準備下心情去踢呢個11人足球。係咯，我諗咧，我係未真係踢過呢個11人足球，即係就算以前喺中學踢都係5人足球啊，甚至嗰啲班際活動啦。咁所以今次係我諗除咗我跑步訓練以外，第一次用足球嚟踏足足球場啦。係咯，咁陣間睇下拍唔拍到咁多片咯。但係我覺得今日係至少呢個晚上係值得記錄一下咯。咁我唔理咁多啦。咁我陣間帶定水，食夠嘢就換埋波杯帶 Connie 出去跑，出去做下跑狗咁樣咯。係咯，仲叫咗個踢波好勁嘅朋友嚟，我希望就唔好換出去啦。係咯，咁我陣間再影多啲片，然後俾大家睇下。你用右腳踢嘅？右腳？猶如雷霆的挑戰。灰心不退卻，我要爭氣，用盡力射波給你好戲，造就你心愛傳奇。神勇志氣叫你我發亮，高最愛競賽挑戰，縱快力爭分秒出線。若遇到失敗事情，無需傷心加把勁。網內敵後為着目標都不減信心，被入球未懼失分靠鬥志精神，場中的武士作戰的姿態，看各有各必殺那技術追求突破。Stand up， 齊站着為勝利，各有秘訣腳法像有了魔法。Stand up， 齊站着為勝利，猶如雷霆的挑戰。倒掛金鈎而做咗大英雄嘅豪賢自修也，你冇事啊嘛？死啊！賢自上前搶，點解佢唔龍門啊？咩話？佢同木金一樣想臨陣退，佢一定係對我有信心，知道我實接到呢，唔止接得住呢一球，而且仲會長傳俾佢攻門。呢招係傳說中嘅上帝之手，接住咗啊！終於都接得住，嚟啦，好燕之！跟住一個長傳，傳咗俾豪賢之啊！你劍龍捲射球！
突然之間決定棄權退出比賽，所以照球例係雷門勝出。就係呢一球，令我哋踏出咗第一步。而家就係起點，我哋要開始行我哋嘅足球之路。